根据英国大学的研究，全球逐年制造5700万吨的塑胶粪扫，甲因塔起来，差不多是美国帝国大楼的关度。而且，一寡塑胶粪扫超过2/3拢是伫咧南半球的国家，其中印度的塑胶污染是上界严重。伫巴尔干半岛的波斯尼亚加赫塞哥维那，规条海流差不多去无路用的塑胶干甲其他粪扫砍去。这个所在是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粪扫安排场，向来大火，互清洁工人敢若会当伫充满火粉的环境内底工作。英国利兹大学测试伫自然杂志公布互人意外的一个数字：全球逐年所生产差不多5700万吨塑胶粪扫，会当砍掉规座美国纽约中央公园所囤起来的粪扫量，相当是纽约帝国大楼的关度。而且这个污染超过2/3是南半球来的。We have a major challenge across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reason behind it is the 1.2 billion people we estimate that live without any provision of solid waste collection services. So these people have no option but to dump or burn their waste, which results for plastic pollution for the plastic items that are contained in there. 利兹的研究人员透过 AI 技术研究全球5万个城市对废弃物的管理模式，发现全球有15%的人口生活伫无资源回收甲废弃物处理的情况下。伫这5万个城市内，研究显示，印度的塑胶污染上严重，当年有1020万吨，超过排名第2的奈及利亚甲印尼的2倍外，加真济。中国排名第4，其他主要的塑胶污染国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俄罗斯，也有巴西。伫这8个国家造成全球1半以上的塑胶污染。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